人讲接做手袂钝，接讲你就会顺。针对着高雄捷运公布无甲轻轨这个事用台语讲出来，网络顶头讨论是讨论甲热噗噗。有网友呼吁大家讲，着爱写批去予高雄市政府，要求改做是台语公布。今仔日高雄市长陈其迈有回应，伊讲伊正关心这个议题，也强调讲伊就是大众运输工具报音语言平等相关法律的立法人。今下晡呢，高雄捷运也宣布，愿意接受建议，会用台语来读轻轨这两字。最近高雄轻铁台语的讲法是引起真侪讨论。对此，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，伊较关心这个议题，也强调大众运输工具报应语言相关法律立法人就是伊。这市府已经要求国际公司爱搁讨论。我有叫捷运公司研究看卖看这个到底这个咱母语台语到底是安怎讲？因为咱立法院迄个大众运输工具语言公平使用法立法人就是我，所以我很关心。市长陈其迈总算是表达立场，因为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也发起声明，呼吁高市府爱实践法律立法精神。即马也有网友发起一人一批，呼吁大家写批到高雄市政府甲国际公司批筒，希望会使使用轻铁等等的台语词。咱所有的人应该拢爱有语言平权的概念，所有的语言拢无分大小。政府公部门应该爱实践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语言平等的精神。各界对高雄捷运台语报应的讨论不断，国际公司20下晡回应，确定接受建议，将华语的轻轨改良做台语的轻铁。而有关广播内轻轨一词，原本仅采国语发音，欠缺台语发音，经各界宝贵建议，高雄捷运公司将配合修改。国际公司表示，真侪专家学者建议会当量做轻铁，因愿意配合修改。目前已经安排人员录音，按算这几天就会当完成全台语、全客语的报音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勇高雄报道。